好啦，到咗最後嘅節目啦，有獎競猜。今次我想請你哋估下一啲聲音，睇下你哋聽唔聽得出呢個人喺度做緊乜嘢呢？喂喂，有冇貼士噶？貼士啊，有。嗱，呢個聲音喺第一面嘅故事呢曾經出現過嘅。如果你哋認唔出呢，可以再聽翻個故事就實認得出噶啦。咁等我聽下先。我知道啦，就係咪開估住，等啲小朋友估下嘛。好啦，如果小朋友知道呢啲係乜嘢聲音嘅，就快啲填好錄音盒裏邊嘅答案表格，寄嚟九龍旺角郵箱79404號，信封上面寫明有獎競猜，咁就得噶啦。係啦，大雄啊，唔經唔覺，成餅錄音帶又播完嘞噃，都要同小朋友講拜拜啦嗬。拜拜，記得留意下期叮當故事。